来即摆即个电视报纸网络针对柬埔寨的诈骗，逐工拢报甲大篇，但是也是有人无咧惊，继续咧共骗出国。台北市就有一个24岁受害者，8月中旬，朋友介绍伊去泰国做客，一个月薪水20万，伊就是看到新闻咧报，惊去互骗去，就临时反悔买去。 安尼袂使哦，对方是设局甲骗出来，甲收礼，佮逼伊来签本票200万，叫伊就要出国去趁钱来行销。加在这个被害人有清醒，随去报警，甲警方联手抓人。几个违辩以员警伫店内穿白衫的查甫人也双手配合搜身。他清空了吗？清空了，清空了。那个出车道。 详细调查无放过任何机会，因为这2个人涉嫌人口贩运，要甲被害人骗出国趁钱。你们的票都有了哦，那你们是要嘴硬还是要配合啦？原来被害人是一位24岁姓白查甫人，因为欠钱，8月中透过朋友介绍，熟悉姓刘的主嫌等3个人，对方讲要介绍伊去泰国做工课，有拿包机包大，月薪有10万到20万。不过看到新闻，伊伫报道柬埔寨诈骗案，伊向向反悔。 姓刘的主嫌利用少年的查某囡仔设局，约被害人看夜景，搁趁机会甲拍烫衫翕相，甚至逼伊签200万的本票，搁讲家己先出50万，若无法度还钱，就赶紧办护照出国。惊到被害人随报警和警方联合做伙来抓人。 被害人和刘姓主嫌约在南港这一处餐厅要交护照，警方出动10几名警力在现场埋伏，成功逮捕嫌犯。查缉刘姓主嫌等6人到案，并查扣本票、囚办、手机等赃证物，全案以恐吓、取财、伤害、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移送。伤憾的是，规件案件发生的时间就伫8月中，这个时阵媒体早就逐工拢一直咧报柬埔寨的诈骗案，想要着所有人继续骗民众出国，若无配合，就会动用暴力。这么大胆的行为，嘛，互警方唔敢大意，即摆嘛要扩大追查，甲人蛇集团全部抓起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